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好味道好味道 Maze Delicious 嘅頻道。今次去咗呢間連鎖快餐店去食早餐啊。本身我以為呢度嘅早餐同一般茶餐廳嘅早餐係差唔多價錢，估唔到呢度有雞扒有碗湯粉嘅早餐都可以賣33蚊啊！講真又唔貴喎，估唔到呢度嘅早餐都算幾抵食。因為但凡有雞扒、豬扒等等嘅早餐，一般都要過40蚊嘅，估唔到呢度33蚊就可以食到啦。而且原來呢度平日食早餐嘅時段都幾多人噶，都坐得滿嘅。講返呢個早餐先啦，有一杯熱飲，有一隻熟雞蛋，仲有一碗雪菜肉絲米粉，同埋一塊雞扒。其實而家食一個早餐都幾貴噶，就算食一個沙爹牛麵嘅早餐，可能都要40幾蚊啦。咁當然有啲食店就平啲，可能都30零蚊啦。如果要搵20幾蚊嘅話，就真係好困難啦。呢一個餐33蚊就差唔多啦。呢杯奶茶都 OK 啦，夠熱，都係港式奶茶嘅味道。至於呢個榨菜肉絲米粉，其實佢嘅份量都唔算係好多，但係都唔算太少，同下午茶嗰個榨菜肉絲係一樣嘅。啲榨菜肉絲份量都唔算少，味道都可以，而個米粉就係一啲比較粗身嘅米粉。所以呢隻米粉都麻麻地好食，我個人認為幼身嗰隻米粉呢就比較好味啦。個湯都夠晒熱，調味都唔錯，所以都幾好飲噶。至於呢塊雞扒，其實都唔係好大塊咋，但係佢都唔係好薄身，而且佢煎得都幾好，唔會太燶，而且都唔會乾真真，所以口感都可以啊。調味都可以接受，唔會太鹹。雖然唔係好出色，但係都可以啦。至於隻雞蛋就係一隻普通烚蛋，我相信好多老人家都比較喜歡烚蛋啊。而且烚蛋係比較健康。而因為我有券嘅關係，所以呢碗牛尾柳紋粉就係送嘅。其實只係一碗羅宋湯加通粉咁解。呢度嘅羅宋湯都整得唔算差，可以啦。咁我個人認為33蚊有雞扒有一碗粉嚟講呢，其實都算幾抵食噶。因為通常一般茶餐廳一有雞扒或者豬扒呢啲都要40幾蚊，甚少有30零蚊，所以都算幾抵食。雖然呢塊雞扒唔算好大塊，但係就算其他茶餐廳嘅雞扒早餐都可能係差唔多大細㗎咋。如果好似我咁有券可以送多碗粉嘅話，就抵食啦。今次就講到呢度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呢個頻道，或者想得到更加多抵飲抵食、好玩好食，甚至乎中伏嘅資訊，歡迎你留言、讚好、分享開去，同埋訂閱我呢個頻道。多謝各位支持。